我係陸順班嘅葉子欣，好開心去參加呢個河南安陽考察交流活動。喺呢5日4夜入邊，我最深刻嘅就係去參觀宇通集團呢個汽車製造廠。喺入邊，我睇到一個全自動嘅汽車製造過程，成個場面係非常之震撼，令我睇到中國科技嘅發展係幾咁發達。我好開心去參加呢個活動。亦都好多謝學校同埋老師帶領我哋去參加呢個比賽，等我哋可以獲獎，去探索河南呢個咁有歷史嘅地方。我心运动2、请进。3、4、5、6、7、8。很高兴啊，今天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喜欢这个甲骨文体操吗？喜欢。像大家在跳操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字“心”？这个什么字啊？对，汉字。我们是第一所学校有这个甲骨文的体操表演。我觉得甲骨文的认识呢，对孩子来说，他们学习汉字呢一个的起步，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让他们有个形象，然后呢投入去记住那些字。我就是非常的鼓励我们的孩子呢，还有其他学校的孩子可以去推广一下。甲骨文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根源，趁着这个了不起的甲骨文体操的一个肢体表现，把文字更接地气的让他们从小在精神上就认识到中华的文化。这次在香港展完以后，我们在9月就会在香港的校园里边做一个巡回的展览，让香港学校的孩子都认识甲骨文，也都认识汉字，更加的认识我们中华文化，培养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热爱。我觉得很开心，因为呢，就是呢，我小时候是不知道有这些字，我觉得很有趣。那个是吗？雷。他对刚才那个字就是女字，他的印象是最深刻的。那个射箭那个。我今天看的这个电影很好看，里面有很多關於甲骨文嘅故事。歡迎大家嚟到了不起的甲骨文香港校園巡迴展啟動禮嘅現場。我哋跨越咗千里，從甲骨文嘅故鄉河南嚟到我哋香港一個有東方自主之稱嘅地方。其實今次咧，我覺得係好開心同埋好榮幸嘅，咁因為可以將甲骨文呢一樣嘅文字咧，係擺落去小學生嗰度啦，咁同埋佢哋係可以感受到，即係透過甲骨文體操啦，因為原來我真係發覺啊，佢哋用動作去做呢個體操嘅時候咧，佢哋其實咧係潛移默化咁咧，係將嗰套嘅文字咧係印喺個腦裏邊。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於小學生嚟講係一個少少嘅種子咯，即係俾我一個感受咯，即係唔係淨係好古老嘅嘢嚟嘅，可以係活潑生動嘅、有趣嘅。咁呢個係更加適合我哋小學同埋咧係幼稚園嘅學生咯嚇。我自己咧感覺到好開心、好興奮啊！因為咧能夠透過甲骨文呢個嘅我哋中國歷史文化嘅寶貝嘅資產咧，能夠入到校園裏邊，讓我哋嘅同學唔單止學咗中國歷史咧，更加仲可以認識到我哋源遠流長嘅中華文化嗰個嘅寶貴之處嘅地方咧。咁呢個咧係俾我哋學界，無論係中學生、小學生，甚或乎咧幼稚園嘅同學咧，都係得益不淺。咁所以咧，我好期望咧嚟緊嘅時間可以再大力去推得更加多學校可以嘅同學可以有得着咁啦。我覺得因為中國文字咧，其實係博大精深嘅，同埋係佢個變化其實多端嘅。因為中國文字咧，佢透過咧時代嘅演變咧，
佢不斷咧係產生一啲嘅新意同埋咧新嘅形態。所以咧，我哋覺得文字咧唔係一個死嘅，點樣可以俾未來嘅小朋友或者係學生，佢哋可以又係文化傳遞嗰個嘅媒介嗰時候，又可以帶嚟一啲創新嘅藝術表現。我諗呢樣嘢咧係我哋作為一個文化推動者嘅一個責任嚟嘅。因為你甲骨文嚟講咧，所有講嘅嘢咧，佢哋都當係一個古仔。但係如果你將佢咧化埋，譬如將佢個名加埋落去啊，我哋又話甲骨文或者中國文字點解有同音字啊？點解有異體字咧？咁等啲同學咧，其實係借我哋書法呢個載體咧，係親近中文。呢個係學校入即係甲骨文入校園咧，我係覺得係好有意思，就係呢一樣嘢啦。